喂，大家平安。平安。咱知影，咱大概因为咱生活伫咱的农村，所以咱拢知影，最近拢已经是挂稻的时间。挂稻啊，咱拢知影，其实拢感恩节差不多的时间。所以咱欢喜上帝照顾咱。虽然因为咱伫等这个所在较特别吼，咱的雨水较少。那我南部落雨，北部落雨，就是奇怪，咱遮拢较少落雨。但是总是上帝话照顾咱至少咱的修行无较受到风台的影响。所以咱嘛是准备感恩的心，伫过来个感恩节，咱来准备咱的感恩甲奉献。因为咱拢爱用感恩来到上帝面前，咱用乐来入伊的门，入伊的意。来，咱今日要来吟的时代，拢用咱大家拢用信息，甲信息来吟。有一首。今日有要互咱唱的，拢甲亚静、甲修行有关系，好像咱的信息内底。第一首咱要吟这首《万里残也好经济》。这内底有一个所在，咱先甲歌词咱讲者吼，万里残也好经济，无久就话，后壁迄两字叫做不义。搁伫后壁的所在遮好，搁数清风甲日光，则念甘雨，甘雨，因为毋是甘雨，咱是甘雨，伫第二节，第二节才有较特别的所在，伊互星光娜娜，等遮歌词已经有改比较较像咱台语的迄个字啦，无咱若伫信息写闪闪啦，闪闪其实咱读娜娜，后壁信息内底写巨头，巨头风浪，其实咱遮是有甲咱翻在较好读，所以叫报头风，就是加利利内底迄报头风。就是临时伊会透风起来，就是咱的人生，咱伫咱的路径内底，有时会拄着忽然间迄种损失是迄种忽然间的艰难总是上帝伊会引带咱。来，咱吟这首信息300首，来。那最后来唱来，万里残也好经济，无久就会不义。这是对主大贵难，雨水是上关啊。当天了世间地灵，热气湿气培养。各处清风甲日光，甲无论点灿烂，是为那可比，是主所所给。感谢主，来感谢主，因为大恩赐。再来。万里无论是恒近，是对主来献主。农民为早已增大，以后几更难拿。奔跑红颜顺落意，家家是主有情。是主天意，必留一位百病。
感谢主，因为伊大恩赐，伊的万大恩乐，感谢伊大慈悲，耶稣挂加千言，历史我都无听。我乃不主恩典，有咱的我所言，让平安的心间，是你所爱的人，是为大行和民，是主所赐福气，要感谢主。感谢主，因为伊大恩赐。咱信息的歌词够水哈。咱看第30节，伊甲咱讲，咱上好德行是谦卑甲感谢啊。对于基督徒，咱应时时保持谦卑的心甲感谢的心，做咱的心。咱就会当较纯洁。好，咱来看第一首，甲亚静有关系，咱拢知影有一首，圣诗488首。透早去亚好静，因温困甲热情，中昼的时日头也去亚好静，半步拢无停，就吞论到得失、丢失，欢声听候来修行。所以，咱的五国，咱是用心来培养，咱的信仰也是咱的引带人来信主，其实嘛耐心。虽然是亚静落去，不过伊当时伊要转来上帝面前，咱唔知。咱只有亚静温困做工，上帝互伊大赞。所以，任何人来信主的时，咱唔是讲是咱的功劳，是上帝引带来。咱来吟这首。透早去也好静，来。透早去也好静，用温困甲热情，日头去也好静，半步也无停。着吞论到救赎，欢心天下修行，就会欢喜因是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就会欢喜因是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就会欢喜因是我个修得来。伊也好静，我也无好静，虽然我当有那最清楚，其实就来修行，就会欢喜因是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就会欢喜因是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就会欢喜因是我个修得来，早上去也好静，做工甘愿着我，虽然拄着危险，不肯半路线。路工若做清楚，叫主就来接我，就会欢喜因是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就会欢喜因是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就会欢喜因是我个修得来。咱欢喜，咱会尽做，咱有修行。因为咱感谢上帝，伊眷顾咱，
相似共款，咱的教会，咱来感恩感谢上帝。伫咱虽然有疫情，对咱共款会当自然共款，咱会当遮聚会。就已经识，所以求主叫咱爱去守寡，因为做工的人少，所以咱爱认真做工。这首甲丢也有关系，是守寡的时，主伊咧叫人，上帝会当受伊来找用，所以咱来因我伫遮找我。那言信息308首，来。听起叫出声地叫，什么人要去做工？长路到时流也雪雪，什么人要去受冻？叫做一个就得叫你，你无想是在阶段，是最欢喜随心讲，我的家这我，世事微去到尽远，爱无用可以真相。你的主必是为有人，为嘛听主的名？世事的我袂到这情，也会对我负一力。为着救主，我去做工，以为干那属福气。第三，虽然我不必地塞，全部来问他不能。你为不用主的听谈，互人平叫世真道。世所会叫一歹人，互伊在后日审判。你为因全拢总世行，盼伊来互主手还。第四，你经营行地事，我无力通做啥工。世间亲人日日天伦，主爱你在意救人，欢喜听他救主命令，真难做福气是大。主地叫你紧紧着应，我的家这我。这个信息，咱好好看第3节遮，伊甲咱讲，咱免灰心。伊讲咱会当因带细囝，其实伫咱教会，咱知有时咱伫迄个学几学校。校规校虽然是咱的讲话，校规校的足侪人，就是每时迄个咱家己的主要的事，拢较少人。那亲像较灰心，可是有足侪伫校规校受亚症者的，因伫大汉以后，有可能伫别个所在，伊咧读册大学，也是伫人生某一个时阵，迄个经济发现。伊来追求上帝，所以咱知主伊的福音奇妙，迄个经济是有困难的，所以咱会当拍拼去压经济。虽然咱无看见咱是有功效，总是上帝伊奇妙作为，让伫逐时刻会当显出伊的困难。好，
咱来演一首，咱大家拢足想的诗，好无？天白云顶真正大，咱徛起来唱啊！咱你会当摇动你的身躯，用你的身躯来感谢上帝。来。真正大，日日地转，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作伴。咱着笑笑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成欢喜，欢乐变福气。伊定甲伊带，互人稳定拢无煞。归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乐归声一心，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那个一个来。天白云顶真正大，日日地因转，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作伴。咱着笑了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成欢喜，欢乐变福气。一直开音出来，一直开音出，互人稳定拢无煞。归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乐归声一心，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开音出个一个来。伊定甲因带，互人稳定拢无煞。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乐归声一心，好天地拢总三家欢喜。咱来献上咱的感恩，阿爸天父，阮感谢你，你所赏赐阮有平安，确实的平安。这平安毋是人会当对阮心上提起的，因为阮的平安毋是伫钱财，阮的平安毋是伫阮的地位，阮的平安是伫你永活的梦内底。这个无人能提起，虽然害死阮的性命，阮也毋惊。因为阮知，阮灵魂有永远的祝福的所加，阮知，阮是受祝福的。而阮的心上带有福气，阮要分予甲阮接触的人。所以对阮的嘴所讲的话，是会当造就人的，是人祝福人的，是对人鼓励的。阮无去用迄个去骂人，去互人甲失志的话，这个拢无对阮的嘴出。阮知，与主你讲，对嘴入面的袂败害人，但是对嘴出的会败害人。阮谨慎阮的行为，甲谨清气阮的嘴，主恳求你保守阮今日阮的敬拜，阮献上阮感恩，爱恳求靠主的圣名，阿门。阿门。请坐，请坐。该咱要唱一条蓝美洲的，这条较新啊，这是咱来练看卖。啊，这拉丁美洲的曲调，来，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基督稳定组织合一，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基督稳定组织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讲一个心，讲一个听，
对一个城市，领受同一色的，咱小主主民结结一体。你的信心，歹势啊！哦，来，咱个唱一件哈，要甲咱讲，咱的合一，共一个心，哈，共一个说，共一个信心，哈，咱共一个听，咱个吟唱来。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基督稳定组织合一。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基督稳定组织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共一个心，共一个听。对一个城市，领受同一色的，咱上主主民在一体。咱会当唱较紧的，吼，因为咱每周因为较热情，所以应该袂较慢吼。咱遮较熟啊，所以咱会当较紧一撮。来，1、2、3，来，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基督稳定组织合一。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基督稳定组织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共一个心，共一个听。对一个城市，领受同一色的，咱上主主民结结一体来。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基督稳定组织合一。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基督稳定组织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共一个心，共一个听。对一个城市，领受同一色的，咱小主主民结一体。咱是合一的教会。伫主内底，咱共一个听。最后一首，咱要来吟圣诗262首。咱而家准备咱的敬拜，也主安静咱的心，可以会让亲自对咱公明。伫咱无论敬拜时，伫牧师讲的时，咱会当晓悟，因为晓悟。咱甲咱所领受的，毋但咱家己更新，也当彼此来宽勉，甚至会当对外口还未信的人去传讲这真理。咱吟一首，来。困求求主对我公平，加为团体我命命令，我们顺利喜乐压力，那主抓光奥利心病，困求求主引抓旁在。我家为他有做一个，有做起我有起，信仰最大一件压力，是我与他永远主宰，要地球破天空爱，从我春春天的秋，流浪团离口海有秋。
的秘密，他是大卫他的记忆，他的眼光我挂记，有我的平安欢喜。总是有一天，咱会到伫天里。伫咱知，伫天里，咱有过去，咱信仰的长辈，伊伫遐咧看咱，又看咱时，咱的信仰是走，咱会停起来，咱敢就亚咱。可是伊伫天顶的时，因拢替咱咧祈祷，伊咧祈祷，伊看袂得甲咱话讲起来，紧诶，搁起来。虽然有拄着艰苦，也是主动，咱免惊，咱其实共款一手来行，因为伫咱的天顶，咱信仰的前辈，伊当时咧替咱祈祷。现在咱准备煞只敬拜。请咱准备心做今早起的礼拜。来啊，咱着激将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生的百姓，是伊手的羊。是咱吟诗圣诗72首，圣诗72首，俄勒专营的主上帝，俄勒专营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伊做你大贵力，
拯救，你着学乐尊崇，听见的人着进入伊的圣殿，甲我同心欢喜称赞，请起立吟全首。请咱伊原起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心灵宝贝。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的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得罗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全能的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信徒的上头，做舍体，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第三个来启用启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启文第一篇，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坐侮慢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袂倒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这是要来三个吟诗、圣诗，190首。
圣诗190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恁拢踮伫这世间，见若劳苦来到我面前，逐人拢有平安。我听伊讲，心连欢喜，随时就去找伊，心得平安，快乐得意，永踮耶稣身边。请咱坐咧吟全首。一世人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伫圣的主日，搁互阮一届徛伫你的面前，仰望你。检在阮的身躯有软正，阮的心灵有软弱，求主你，搁一届你用你的圣神加添伫阮身上，也恳求主你医治身体欠安的兄弟，互因会当紧紧来到主你的圣殿敬拜。检在因有仰望的心，但是因身体会痛痛，困别因，求主你圣神搁一届透放因，互因的心灵拢有主你大大的祝福。那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
即时而乐，请圣歌队。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列王记上卷19章第7节到12节。列王记上卷19章7节到12节。耶和华的天使第2届过来答伊，讲：起来食，万军的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遐的坛，用刀杀你遐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犹原孝想我的性命，要处伊，讲：你出来，徛伫山顶，伫耶和华的面前看，耶和华经过，有大骨头的风，破裂遐的山，拍碎遮的石，伫耶和华的面前，总是耶和华无伫风的内面，风了后有地动，耶和华也无伫地动的中间。地动了有火，耶和华也无伫火中，火了后有细搁轻的声。再来看新约歌罗西1章25节到28节。歌罗西1章25节。我设立这个做教会册用，照着上帝托伊，照着上帝为恁托所交付我的这份。来讲，原本上帝的道理，就是万世万代以来所看捌的奥妙，
那已经显明伫伊的圣徒，上帝爱要，互因知即个奥妙的荣光，伫外邦中有偌富有，就是基督点伫恁做荣光的仰望。愿传伊用逐样的智慧，考劝逐人，教示逐人，要献家己伫。你虽然伫你的心口边。